用三味弦开场，笛声震撼的鼓声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石鼓集乐团。今年迈入25周年，邀请手和铁鼓乐团合作呈现25集年度公演，更耗资千万，以传承创新为主轴精神，加入声光影的元素，不再只是听。我希望说，真正可以感觉到现场演奏，或者是前来剧场观看节目的一个魅力。这回舞台设计跳脱框架，特别导入裸视 3D 技术，结合即时运算同步系统，让影像能随着鼓声与演奏动态回应，在现场生成独一无二的即时画面。表演内容将集结乐团多首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，强调不只是回顾，更要接棒向前行。我们把一些年轻的想法，开始以一些电影动画配乐的一些元素加入我们的演出之中，那打鼓也不再是单纯的一些演奏节奏，在我们排练跟团员工作的这个途中，我们也会和各种舞蹈老师跟武术教练去讨论，制作一些身段以及动作上的安排。这场演出不仅是鼓乐展演，更是一场艺术进化，象征迈向100年鼓团愿景的里程碑。演出日期就定在今年的12月20日及21日2天，敬请观众期待。记者是怀谈的报道。